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71篇17至18節。神啊，我自幼以來，你就教導我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宣揚你奇妙的作為。神啊，到我年老發白的時候，求你仍不要離棄我。等我把你的能力向下一代傳揚，把你的大能向後世所有的人傳揚。神啊，我自幼以來，你就教導我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宣揚你奇妙的作為。神啊，到我年老發白的時候，求你仍不要離棄我。等我把你的能力向下一代傳揚，把你的大能向後世所有的人傳揚。神啊，你係人自幼到老嘅倚靠，感謝你自我哋年幼以嚟嘅扶持同埋教導，直到我哋年老發白，仍要仰望你，述說你嘅公義同埋大能，到老也不偏離你嘅道路，並將你奇妙嘅作為傳揚開去，好使世人得着你嘅救恩，尊神為大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